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7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来看台中太平一间国小有家长指控讲，学校棒球队的教练性侵害学生，上细汉的受害者才2年的尔。歹代伫今年10月才逼出来，家长是质疑讲，这个教练伫2012年就有前科，2019年搁去学校做教练。目前有通报的受害者至少都有25个人。受害者的家长讲到，家己囡仔入去国小的棒球队，说互教练性侵，看囡仔身心受伤害，家长也真艰苦。我把孩子送到学校的环境，但是学校的单位却不能保护我的孩子。家长指控讲，台中太平一间国小的棒球队教练长期对囡仔性侵，甚至甲因翕影片，造成囡仔身心受创伤。受害者上细汉只有2年尔。这件代志一直到今年10月，有学生甲家长反映才逼出来，也质疑这名教练早伫咧2012年就已经有妨害性自主的前科，2019年率来国小做教练，质疑学校有过失。但为什么学校会聘请一个有前科的人来当教练？他10月份才发生，一发生马上就停聘，马上就减掉就进来，所以发生的同时，学校就第一时间就做处理。家长表示，这名教练伫学校教5年，今年搁再要求球队的学生爱住宿舍，这受害者可能会搁较济。也因为前任校长伫今年8月已经调职，新来校长就表示，事件伫今年的10月底逼出来了后，有继续伫咧做性平调查。目前有25个人通报受迫害，这名教练也伫11月放改聘，目前已经放收押了。小孩子也很服从这位教练，虚于权威，不敢说出来。好，所以这之前的时间是没有孩子有反映到这一块。那个系统目前那时候并没有注记这位教练是不适任的名单在这上面。那到了110年的时候，这个系统汇入了法务部的相关的系统。市政府表示，除了检警介入侦办，也要求学校扩大调查，确认敢也有学生受害，也启动相关的身心辅导机制。记者综合报道。来看2024台北上海的双城论坛今仔举行，因为对顶的原则是由两边的副市长致辞开幕。上海的副市长花冠是宣布讲，上海会积极来推动上海的民众来台湾团体旅游的路线，一定会包括台北市。咱的市长蒋万安嘛向两岸领导人喊话，望讲两岸会当加一点对话，减少对立。欢迎2位副市长以及各位长官。台北上海双城论坛17日金华酒店举行。这个论坛的主题是智慧治理，影响未来。在对顶尊严的考虑之下，主论坛起稿由双边副市长致辞打尾头。如今我们已战胜病毒，让论坛恢复实体举办。相信不久的将来，政治的寒冬也将远离，让和平稳定、互敬互惠的交流从双城可以扩展到台海两岸。两岸同胞啊，从来都是一家人，我们常来常往，越走越近，越走越亲。上海方面将积极推动上海居民赴台团队游，旅游路线一定会包含台北市。上海市副市长花冠宣布理解政策，上海旅游团恢复来台湾旅游。在台北市甲上海市副秘书长进行市政交流专题演讲了后，上尾市长蒋万安出席见证推动智慧医疗、加了耳仔物证交流，还有保育，签署2项 MOU， 而且发表结语的致辞。和平之路尽管曲折，但值得我们负重前行。我认为要多一点对话，少一点对峙，多一点和平的橄榄枝，少一点冲突的酸葡萄，多一点渔船灯火的点缀夕阳，少一点船舰飞机的喧嚣呼啸。蒋万安以民选市长的身份公开甲中国发声，延续去年双城好、两岸好的主题，嘛应用今年正式提出两岸互动的方式。若上海旅游团有机会恢复来台湾旅游，蒋万安嘛正面看台。只要对台北市或是全台湾各地整体观光产业的发展，能够带动商业的活络、消费刺激、
我想我们都乐见。台北上海双城论坛从2010年开始，已经连续举办14年，今年是第15届，也是台北市长蒋万安上任以来首次主办。双城论坛已经办真侪年啊，不过金华酒店的门口透早也是有抗议甲支持的团体，双方伫遐划来划去，嘛有独派团体冲入去饭店，落尾手去互警方赶出去。这一届论坛分做无共主题，包括文化、交通、甲水利等等。也让花园一群人中昼伫君悦饭店请食到，按算下晡3点，上海代表团就会去大巨蛋来参访。伫尾仔嘛会坐飞龙机离开台湾。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欢迎进行考试人事案的同意权投票，互南北红色的瓜丽玲无得到过半的同意票，其他8人拢通过审查咯。今仔早起投票的时，民众党的立委黄珊珊将对瓜丽玲当无同意，嘛无说你去当着同意哦，因为无法度搁换选票，黄珊珊嘛回失咧。立法院17正经第14届考试院正副院长加这位考试委员被提名人的人事同意权投票，民众党团表示对瓜丽玲也个议员纳会有意见。国民党团经过党团大会决议对瓜丽玲也个议长被提名人周凤宪等无同意。国民党团早上经过很充分而民主的讨论，就决定是对院长被提名人跟一位柯丽玲女士2位投下不同意票。柯丽玲被提名人，在我们委员对他询答的过程当中，充分展现了相关业务的陌生、酬庸的色彩过于浓厚。以外，那位委员在之前担任过考试委员，并没有充分的去履行他的职责。不过，伫咧投票时阵，民众党的立委黄珊珊投唔到票，现场向议长韩国瑜要求改正。事后是发声明讲，伫咧瓜丽玲拿回当时党无同意加同意变做废票，因为考试院人事案件，民众党团的票是正关键的少数。若被伫咧无共人选内面，唯有高级的就是检察官出身的瓜丽玲。民进党团是讲会全部拢支持。我们本党有我们的立场至于说民众党他们的想法跟看法，当然我们有初步做一个了解，但是我们会坚持本党对于每一位考委他的一个专业也好他的一个操守也好，各方面呢，我们都会做出考量。希望能够来说明一个相对能够说服社会大众的理由，否则我们认为适格适任、专业性都兼具的考试委员，应当祝福他们能够顺利的获得通过。根据规定，立法院行使同意权时阵，但全院的委员会审查过了后，议会是以记名投票来表决。爱超过所有立委1/2的同意票，目前立委总数是113席，等于是只要摕到57张同意票就是通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关一个姓林的查甫人，昨透早亲像啉酒醉伫路边乌白站乌多摆，后来又搁驶车伫宜兰市民权路甲泰山路口启动着停伫路边的7台乌多摆甲1台轿车。后来人嘛，互警察抓起来，酒测超标，阁是累犯，嘛已经以公共危险罪甲伊上班咯。监视器翕到姓林的男性，甲电话卡的机车直接用手救护倒，搁到边仔放药。受害民众发现了后，应该甲监视器搭伫网络，感觉莫名其妙。我们才想说去调一下监视器，看为什么摩托车会倾倒这样子。是，对，然后所以才发现是那个有人去破坏这样子。对啊，就有点莫名其妙。受害民众的厝边也发现，这个涉案的男性随驶车落跑，无偌久，警方就接到报案，宜兰市民权甲泰山路口，一只汽车弄到路边7只机车甲1只轿车，驾驶是受到轻伤。先生，你还好吗？你脚受伤吗？警方到地方调查，发现肇事的25岁姓林男性是食酒驶车，专以公共危险等罪嫌上班。警方获报到场后，对驾驶施以呼气酒精浓度检测，驾驶人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经过了解，姓林男性酒测有0.69，而且唔是第一届食酒驶车。根据监理站的统计，宜兰县目前公告的直食酒驶车的人，名声已经有709个，数字继续增加。那如果是3次以上者，就会按前次违反的相关法者再加罚新台币9万元。那当场都会做保管车辆，把车辆移至走吊销
他的驾照。宜兰监理站表示，统计宜兰地区一直犯驾照洗车的人，今年1月到11月有379个人，比去年同期是465个人，是减86个人，比例大约是18.5%。呼吁民众若10年以来第二届驾照洗车，依法地公布违规人的名姓、相片甲违法事实，千万唔通驾照洗车。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一个泰国移工哦，去年7月伫苗栗竹南骑脚踏车去互3台车弄死，这3个驾驶落尾是无起诉处分，也毋过伫过程中哦，泰国办事处拢无接到通报，被害者的家属是找无人通斗3工，所以移工团体嘛去向立委申请，劳动部是表示讲会来检讨，检调嘛开始来侦办。记者会，我看到我们检察体系的乱象。对于移工的人权生命不重视，民众党立委林国成接到陈情，伊召开记者会，担当控诉，讲有一个泰国籍的移工地空，去年7月1天的暗时啊，伫苗栗竹南骑自转车，无细字去3台车弄到搞死。驶头1台车的驾驶经过检测是驾照驶车，第3台车是无照驾驶。不过苗栗地检署同一年11月，甲3个驾驶拢以不起诉来终结。甚至检察官伫验尸证明内底的死亡原因是写驾照了后车祸，互受害者的家属无法度接受。为什么在这个情况之下涉及了过失致死、酒驾、肇逃，但是没有一个人需要受到一个刑事的一个追诉？对于整个外国移工、外国人来这边工作的一个保障，显然是非常的不足。检察官能不能尽快理清这个酒后车祸到底所指的是被害人？还是其他人。过程当中，驻守伫台湾的泰国贸易经济办事处完全无接到相关机关来通报，嘛，互伫泰国的家属是进无步退无路，唔知要找谁斗3工。立委批评这个听书有问题，变作是制度性假案。ขอให้หน่วยงานภาครัฐของไต้หวันแจ้งสถานกงสุลไทยนะคะหรือกระทรวงแรงงานของไทยสำนักงานแรงงานนะคะเมื่อเกิดเหตุร้ายแรงกับแรงงานไทยเช่นการได้รับบาดเจ็บสาหัสนะคะเพื่อให้สถานกงสุลหรือกระทรวงแรงงานไทยเนี่ยสามารถเข้าไปช่วยเหลือด้านกฎหมายให้แก่ผู้เสียหาย显然在这个制度上并没有被落实。我想这个部分是有改进的地方。死者骑乘脚踏车，那在夜间行经号志管制路口，未开启灯光，且也没有按照号志的指示来行驶，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闯红灯，那是肇事的原因。毒物分析的结果呢是体内有酒精的反应，那鉴定认为已经达到酒醉的程度。劳动部表示，会检讨下单位沟通的机制，强化移工有问题通报的听书。也若针对这个案件侦办当中，敢有涉及疏失，高检署已经要求苗栗搁再分案来查明，家属嘛另外提出告诉，希望真相会当早日水落石出。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电价起哦，佮有之前疫情的影响，桃园集运公司了超过32亿，所以2025年的1月7日开始，要取消全30块的优惠票，要恢复原价咯。也毋过哦，针对订机票佮有市民卡，会来推出如何优惠的方案。新闻站内面，一个人看到全线区间车票嘅优惠10块的广告。不过，这项优惠明年1月7日要取消，但是若无伫咧机场第一航厦 A12、第二航厦 A13、机场旅馆 A14、A13的站上落车的旅客，也是当有5块优惠。民众听到这个消息，有人赞成，也有人讲安尼袂输是起价。其实也是觉得有点无奈，但是希望政府可以有好一点的配套。当然能够方便老百姓出入，当然就是应该尽量的优惠。交通事业本来就会有亏损的问题。如果通常搭机捷的话，是有出国需求嘛？出国那几万块都在花了，还在那个单程10块、20块。因为电钱起价也有进前疫情影响，同集运公司亏损超过32亿，到113年9月也有4.6亿的负债要还，调整票价优惠措施。嘛是有配套应用，整体方案影响上大的是在机场集运出入境的旅客，但是上下班甲上下课的人无影响。把原有的定期票下杀到更低所以反而变得更便宜了。那另外呢，使用 T-Pass 的旅客也完全不会受到影响。那桃园的市民卡也会从原来的8折再降到7折。同集运公司建议，会当成为延后退票方式进行新方案的定期票转移。旅客伫咧这个月23进前，只要早身份证加票卡，其同集运各车站除了 A20 型南站以外，拢会让办。
在明年1月初2进前买的人无收50个月工本费。另外，在明年6月30进前办退票，拢袂影响会计。记者综合报道。零碳排净零转型是趋势，环境部甲人力银行将对领领人才趋势报告指出讲，台湾平均逐个月有22000个相关的工课，薪水平均拢伫4万块以上，与环境工程师平均10万块相关。在2026年，咱台湾就要征收碳费，将7间公司就拢需要永续报告书，以个人才伫未来5档会阁有1倍到3倍的成长。环境部长彭启明甲劳动部长洪胜汉做伙宣示，台湾要走向绿领人才的时代，为着要达成2050年净零排放的目标，真侪高碳排的产业面对转型的危机，人才需求对咧改变。环境部长表示，2026年台湾开始收碳费，到时绿领人才就会正做企业需求的人才。这是绿领人才这个词对大家来讲真新嘛真清楚。开始收了碳费之后，每一家企业内部要怎么去进行等等，这个工作职就会快速的打开。可能会有一些人因为进行转型，会因为减碳，或未来更多的气候政策而受到冲击。除了帮助这些可能会受到冲击的人去协助他们以外，我自己觉得更积极的部分，反而是我们需要创造更多的绿色就业的机会。只要甲绿色工课相关的职业，拢叫做绿领人才。为着要因应未来工课需求，鼓励民众考一寡绿领相关的证照。环境部甲人力银行发表绿领人才就业趋势报告，统计显示，目前有将近3600间的企业有绿领人才需求，平均每一个月会开出22000个工课欠。报告嘛显示，绿领相关的薪水平均伫咧4万块以上，其中上悬的是环境工程师，月级有到10万块遐尼悬。永续的这个部分是一个新的知识跟新的议题，让自己拥有了这样的态度、观念跟能力之后，事实上选择权就在我们手上。环境部表示，未来甲大专医校合作，伫台湾各地设净零人力培育中心，互历史相关的课程进入校园，预估逐档会培养3500个绿领人才，提供学生伫咧未来有更较侪就业选择，培养人才协助企业甲国家达成2050年净零排放的目标。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为了稳定800基的供电，台电提出协和电厂更新改建的计划，要伫电厂的边仔设第4天然气接收站4只后个月初会来进行宽频。有民间团体是指出讲，4只宽频无针对天然气的用量，佮有碳排来做总体评估，对家人讲佮有国防安全的影响，嘛拢无讨论。伊是呼吁讲，经济部应该先办听证会，才佮做宽频。台电伫咧进前提出协和电厂更新改建计划，希望会当起4只，后个月就要办宽频。不过有民间团体讲，除了生态环境，也有其他问题要解决。国防部列管的要塞堡垒内木山营区，仅只距离1900公尺。如果除气槽已经陷入火场的时候，它是周边1600公尺。都必须要完全隔离。在这种风险评估之下，我们在过去几年的环评初审当中，从来没看过国防部针对这件事情有表示过具体的意见。民间团体表示，台湾按算到2032年，将会有7座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总除气槽的数量会有49个。但是以人均储存量来做比较，台湾的除气槽密度将会比日本、韩国也更较多。但是有关台湾需要偌济天然气，也有深度依靠天然气发电会产生偌济碳排，敢若拢无互总体评估甲公开检验。民间团体认为4只有可能会破坏国人港出入安全，也有港务经济问题。国加上最近中国军演正接，恐惊引起国防安全的疑虑。如果今天 LNG 船因为两岸的这个情势紧张而被封锁的话，我们的能源单压在LNG 天然气上，真的对台湾的国防安全有所的维系吗？民间团体希望经济部应该伫咧办宽频进前，先调查证据，结果办听证会。另外，中华2期连续宽频第10届30宽频大会已经通过，这个月17有10位中江岛的居民伫处分不满，要向行政院提诉愿，要求撤销中华2期连续宽频的结论。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新闻来看，美国威斯康星州一间私立的基督教学校发生枪杀案，造成3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哦。7个凶手嘛已经过往了，警方嘛联络这凶手的亲人，要来理清伊犯案的动机。伫咧麦迪逊市私立丰富4名基督教学校传出枪声了后，案发现场就看到救护车出入入，这件枪击案造成重大的死伤。10:57 a.m. Our officers were responding to a call of an active shooter at the Abundant Life Christian School here in Madison. When officers arrived, they found multiple victims suffering from gunshot wounds. Officers located a juvenile who they believe was responsible for this deceased in the building. The police department did not further investigate. We believe the shooter was a student at the school. 这间学校自幼儿园到中校差不多390位学生，搁在2礼拜就是圣诞假期，听到发生意外，家长拢真担心，赶紧赶来学校确定家己的囡仔无代志。I know that my daughter is safe from what I've heard. 警方伫咧现场找到一支手枪，已经联络涉案的枪手伊的家人进行调查。枪手的家人也甲警方伫咧合作。伫美国枪击事件常常发生，学校也常常发生枪击案。根据统计，今年到目前，全美国已经有38件校园枪击事件。这件案件发生进程已经总共有69位受害人，其中16个人死亡。不过，这只是美国每年政治暴力事件死亡总数的一小部分而已。2023年，美国的政治暴力死亡人数是46000人。公司新闻黄文玲编写。再来看英国安德鲁王子正信任的中国的生理人杨廷波，和情报机构认定讲是中共的间谍，和英国禁止入境了。也毋过英国首相史凯尔暂时表示讲，英国嘛是有需要甲中国保持往来，将对亲像气候变迁等议题互相合作。英国下议院杂了伫保守党议员史密斯的要求之下，就安德鲁王子牵连的中国间谍风波，甲政府官员紧急质询。安全事务大臣卡维斯讲，会尽一切力量对付外国介入或者是间谍的活动，而且对法院裁定禁止杨廷波入境的代志，依持无改变表示欢迎。Where we encounter foreign interference or espionage, whether this stems from 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or any other state-linked actor, we will be swift in using all available tools, including prosecutions, exclusions, sanctions, and diplomacy in order to keep our country safe. 杨廷波今年50岁，2002年去英国读册，2005年伫英国开公司，初是做旅游、办展览甲公关的工作。2020年改名号做汉普顿国际集团，提供商业顾问、战略咨询甲投资服务。情报机关军情5处认定讲，杨廷波是伫咧中共中央统战部服务，是中国为着伫咧西方国家扩展影响力，执行经营任务的其中一个成员。杨廷波透过律师表示，这防指控的一切拢毋是事实，对英国政府撤销居留许可的决定，伊会继续提出上诉。安德鲁王子办公室13发声明，表示安德鲁是透过官方的管道，甲杨廷波熟识。双方前到今并无讨论过任何敏感的事务。英国媒体公开讲，这2个人已经熟识10年啊。安德鲁做生日、白金汉宫、温莎古堡方式的活动，杨廷波拢有去参加，也个代理方式处理中国投资的业务。军情5处已经就中国资金的来源在做调查。人伫挪威进行访问的英国首相史凯尔，16去媒体问到这件代志，伊讲伊当然关心中国这方面的挑战，不过英国政府的态度是爱甲中国有来去，而且伫咧适当的时阵展开合作，亲像气候变迁的议题。现在执政的工党高阶官员几啊届讲到甲中国建立务实的关系，伫咧经贸投资的领域合作，促进英国经济成长的重要性。在野保守党的议员史密斯对这点是真无认同，讲当局的做法甲欧洲、甲美国是愈来愈远，而且对中国展现大量的弱点。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再来看德国的国会昨针对总理肖兹的信任案投票，落尾是放否决，刷落来肖兹来请求总统解散国会，按说明年的2月23提早来进行国会大选。上新的民调是指出讲，上大的在野党基民党的党主席梅尔茨有可能会来争做新的总理。
Für die Zustimmung zur Vertrauensfrage des Bundeskanzlers sind mindestens 367 Stimmen erforderlich. Der Antrag des Bundeskanzlers hat die erforderliche Mehrheit von mindestens 367 Ja-Stimmen nicht erreicht. 德国国会16个特别会议针对德国总理肖兹的信任案进行表决。德国这个社民党的207位议员投信任票，有394人投反对票，另外116个人弃权，信任投票被否决。投票进行，肖兹就一直希望国会否决这项信任投票。伊讲真正的信任投票是选民对国会未来的改选。 Die Wahrheit über dieses Schauspiel ist inzwischen ans Licht gekommen. So etwas schadet nicht nur dem Ansehen einer Regierung, sondern dem Ansehen der Demokratie insgesamt. Das ist der Schaden, den dieses Schauspiel angerichtet hat. Diesen Schaden bedauere ich zutiefst. 所来，肖兹将会向总统史坦迈尔提出解散国会。史坦迈尔讲会动议依法伫收到要求了21天来宣布，并且伫60天来选举。按算投票日期是明年2月23。肖兹伫咧2021年做3党联合政府，包括伊领导的社民党、加经济部长哈贝克带头的绿党，抑个前财政部长林德纳代表的自民党。 不过，三个党的政策意见一直拢无同，尤其是安怎救经济。肖兹的社民党加绿党是希望会让增加税收加股税，自民党是认为应该遵守宪法规定的税务档案，避免过度股税。所以肖兹伫咧11月初6，加自民党的财政部长林德纳死掉，造成联合政府倒台。上大在野党基民党党魁梅尔茨批评肖兹的经济政策失败，无配合到信任，对自民党主席前财政部长林德纳讲话真无礼貌。 Sie hinterlassen das Land in einer der größten Wirtschaftskrisen der Nachkriegsgeschichte. Es hat das Ganze zweimal gegeben, dass Deutschland 2 Jahre hintereinander in der Rezession war. Das eine war Gerhard Schröder. Der hat dann wenigstens noch eine Agenda 2010 gemacht. Der zweite heißt Olaf Scholz. Und Sie stehen hier und erklären alles weiter so, Schulden machen auf Kosten der jungen Generation. 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o 上新的民调显示，基民党目前支持率是32%排第一，党魁梅尔茨将有可能成为新总理。极右派反移民的另类选择党支持率19%，现任总理肖兹的社民党是17%排第3。 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译。过来消息来看，之前风台扫过哦，即马花莲的海边啊，阁有真侪水流茶，逐工哦拢有民众去捡，问题嘛是袂少。有人哦洗车撩客要去载茶头，结果掉车；，阁有人哦亲像去放火，所以即马相关单位嘛加强巡逻。 这是吉安乡的花莲报花，16日下晡3点39，消防局接到报案，高海堡顶面的大水茶当咧烧，因为东北季风可能会互火搁较旺，消防局随派人去拍火，就惊火势未收煞。下面的挖开，下面的挖开，这边不要挖，去挖下面的，下面会有燃烧可能。 除了花莲爆发，10时暗时伫新城爆发，也有大水茶烧起来。消防局观察这几天，因为天气寒，就有民众伫现场咧起火，也有人黑白弹焚烧地书着火的点，呼吁捡大水茶的民众爱注意。花莲县消防局在此呼吁民众捡拾漂流木的时候呢，切勿引火来去做取暖。吸烟的同时请勿将烟蒂乱丢造成引火的火点可能。 另外有民众为着捡大水茶，开4辆的车撩客要到沙洲顶面去，结果拄到水涨起来，伫美仑溪出海口告状，车主的行为已经违法，只好家己找怪手来拖。报废了，下去溯溪吗？还是去？不要问那么多了。马是该滑，走错路了。河川范围内还是有受水利法的管制。那如果在未经许可行驶在指定通路外，会违反水利法第78条，那最高可裁罚5万元。 捡大水茶虽然已经伫花莲正做是全面的运动，不过一大堆乱象也互相关的单位真忝，包含警方、消防局、各海岸的巡官兵拢爱派人伫遐巡逻，呼吁民众伫咧捡大水茶的时阵会当守法，避免造成公共安全甲家己的危险。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台南市南区的南道里，因为民众囤真侪回收物，环境是真垃圾，民众是定定去检举，嘛真怨叹讲，拢无法度改善。环保局是强调讲，是为着避免冲突咯，伊嘛过来进行稽查。
南投里的里长世界咧巡视，去拄到长期伫遮甲捡来回收世界坑的查甫人。我不偷不抢啊！两个人拢家己讲家己的，毋过亲像车棚的厝顶或者是机车的停车场，互人黑白坑粪扫的情形，已经互社区民众困了几啊年。路用的摕起的，无路用的等粪扫车等就是就好啊。电话拢则走袂离啦，这个呐，这个里面啦吼，是啊，咱讲真的啦，因为伊拢敢歹敢骂。 啊！都惊到，拢偌大声嘞，拢含着小将。是暂制你暂制的地方。我有时候都是晚上做，白天给它收起来，垃圾车那个时间点再给它倒掉。最近有民众甲环保局检举，讲清洁队的人员甲粪扫收走了后，所看到这个查甫人甲回收捡回来，不过清洁队的人员煞哪像当作无看到同款。把垃圾捡回去车上，然后拍个照片，然后。 就让那个拾荒老先生把那个垃圾桶资源回收车上面拿下来。对啊，大家可能就是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嫌麻烦吧。同仁为了避免发生后续的冲突，就先行初步整理之后拍照离开。那本案近日将会邀集相关单位来办理联合稽查。 环保局强调，绝对无放牧或者是凊彩处理的情形。啊，若长期有粪扫黑白坑占用公有地这项代志，已经对社区造成困扰。环保局嘛会找相关单位来联合稽查。记者台南报道。再来看台东县的环保局这几档除了有按猎鸭机要来处理民众黑白蛋粪扫，最近佫增加空拍机红外线的猎鸭，要来加强处理山区佮有海边啊黑白蛋粪扫。最近就查到6件咯。 伫台东县山区的面积较济，即马空翕机未受到地形的限制。台东县环保局嘛引进用来处理民众伫咧山区野外黑白蛋废弃物的情形。最近伫咧台东县卑南乡泰安村的山区，翕到一个山沟，面积差不多16平，废弃物是顶甲规个。当地村长讲，这个山区清在有人来黑白蛋各种的废弃物，而且是真恶堆渣。即马有空翕机处理，希望发挥效果。他来，他可能跑很深山去倒，我们可能有时候没看到，或者甚至是晚上。台东县环保局表示，去年利用鹰眼摄影机已经处理而且程度93个，较会去互黑白蛋粪扫的所在。不过，较偏远的山区要处理就较困难。今年委托厂商用空翕机来巡逻，伫山区太平溪甲猪本溪，都查到6个所在去互等营建工程的废弃物。空翕机执行稽查的能力又搁增强。俯瞰的一个区域范围也比较大。那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空拍这样的一个传输到地面的，整个可以掌握到即时的一个环境上的一个资讯。不过空翕机敢会当查到红黑白蛋粪扫的地点，也无法度找到蛋粪扫的人，所以目前只好请地主限期改善。不过会当正确掌握山区去红黑白蛋粪扫的所在，即马佮加上鹰眼录影机来处理乱蛋粪扫的情形。环保局呼吁民众，唔通就是讲山区较无人快，粪扫就敢黑白拼。即马有空翕机，便若互查到，就会互罚1200块至6000块的罚金。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小港区的高雄梦园这是民国61年设的，最近按什么扩建，增加12000个摊位，甲144个梦地。有民众是烦恼讲，扩大了后会影响到附近的环境，早起嘛出面抗议。说明会开幕5分钟，本地拒绝绿色的居民也反对标语总入场，甲其他民众爆发冲突。简报登去几落分钟，警方强势架开双方这场说明会是小港区大坪顶地区的高层梦园殡葬设施设置计划环境影响书送审进行的公开会议，也未开会门口已经汇集300位反对的民众。也个增设很多是停尸间呐，个告别式整体规划交通问题路很小，交通规划对我们百姓的生活造成非常大的困扰。居民表示，梦园离徛价无到100米，扩建的新增1.2万个摊位，也有144个梦机，恐价会带动殡葬业者进驻。园区新设施嘛有可能新增进关厝等等，影响水源、空气污染，卖互大坪顶地区上山里在内的5个里，挖进梦园，影响3.3万的居民。园区就只有这么大，也不可能再增加。只是原有的塔位，因为富鼎金的迁移，我们数量不够。现在都还没送案，现在只是说明会而已。
管委会回应，园区毋是扩建，是伫咧原有范围新增塔位，还佫有整修环境。居民烦恼的变种周边设施拢未出现，因为法律嘛无稳准。市府强调，业者计划也未送到位，敢会核准，拢爱照法律来行。记者综合报道。有环保团体质疑高雄市的小北湖扣水池公园变更捷运用地案，市政府独立财团甲公园的用地变作是建地，土地价值是平赔。早起高雄市的副市长是强调讲，绝对无道理这款代志哦，未来开发买来排除财团。反对土地财团！反对土地财团！讲到高雄市长陈其迈的面壳啊，应景当办这圣诞老公公，送予财团10倍道理大礼包。环保团体所演的剧情是咧考试高雄市小北湖地方公园变更这份连开用地案件，敢若是道理财团。财团取得的成本只有6.5万每坪到12.3万。但是只要它变更之后，它可以暴涨到每坪50万，它的容积可以从45提升到300。环保团体担心，小北湖地方公园若是变更真侪建地，将无法度兼顾排防加防晒功能。若开发了，可能会造成当地周边淹水的情形。希望这件案件就会撤案，依照警管地方需求重新开发。杨国伫咧地方要支持的声音。看着澄清棒球场从新建到没落，到好不容易捷运黄线要新建，有机会可以透过政府主导的这个都市计划的变更，让它有一些新的生命跟机会。都市计划委员会伫早起点国土署审查这件案件，陈进人各自表达立场了，就以闭门会议伫咧进行。高雄市副市长林庆莹伫咧会议上再一遍强调，无道理财团，绝非他们所说的有跟什么任何财团。我也要求捷运局要清查，在这2块地区里面，合计1公顷是以国公有为主，如果是有私有地，都是自然人，这个一定要做到。如果有财团的，就一律排除。林庆莹要求这份叫查清楚，也讲这件案件。基地并无淹水监视地区，周边的淹水监视地区是计划区东边500公尺的中正路2边。经过顶一遍的初审了，已经甲委员甲公民团体意见拢纳入修改。伫目前初步进程，会议也搁伫咧进行。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口湖的养殖区占地超过2700公顷，饲蛤蟆、白虾蟆，产值是超过4亿。也毋过，大概风台落大雨，温内水域拢未复排，损失是真严重。即马县政府准备要开2亿来改善产业道路、清水沟仔，要来做好排水。今年7月，凯比风台造成云林口湖有大排放花做大水，鱼温因为地势低，水泄袂出去，致使渔产的损失真惨重。地方养殖专区甲口湖乡公所整理出需要改善的工程。九大排水的出海口，该加个该补强的，因为这所做的物件，就讲伫咧民国75年回阮龙台迄个时间点来做的，到即阵吼，迄个堤防已经拢。含铁啊，拢看到啊！吼，整体规划，互咱这口大养殖区的业者会当吼永续谈这经营，吼咱甲因的问题解决。当地渔民表示讲，口湖有9大养殖专区，包括蛤蟆、虾仔、甲蟆这渔产，年产值超过4亿。不过因为产业道路老旧，排水系统定定塌条，只要当到大楼、做风台、落大雨，就会造成损失。到现场去了解，然后有盘点它的需求，主要有3大部分。第一大部分是排水路跟道路的改善，第2是排水路的清疏，第3部分是9大养殖区的移抽平台，方便它在下雨天的时候能够急速将水排出。水利处表示讲，针对口湖9大养殖专区，县府有总买2亿的经费，要改善14大的产业道路，整理12大大约4公里的排水系统，建置11大移动抽水机，来减少养殖专区的灾害损失。希望会当赶伫咧明年雨季进行完工。记者云林报道。今年因为风台真侪哦，高雄的大树本地这时阵特别大出的白玉苦瓜，今年哦阁袂当收。农民嘛讲哦，就算收成嘛只剩4成尔。咱工会无话就按甲有，当红了按就代表讲咱高会有过啊。
透中岛农民吴瑞英伫咧忙食替苦瓜浇花，因为今年几内风台影响，真侪果子甲菜色拢欠收。高雄大树种150公顷的苦瓜，嘛损失6成，干大树4成尔。农民讲，以早营养不良的苦瓜拢会烂掉去，真买瓜留落来，一斤几10块嘛有人要爱。今年减有够济啦，因为像真底班一工吼，拢头6、7、8斤啦。安尼今年无啦，今年3工一礼拜班2遍啦，一遍拢100多斤啦。高雄大树种苦瓜大部分拢是用网式，小煞风台造成网式设备损长，农民简单会当分批来种苦瓜。资本伫咧寒人是高雄苦瓜大出的季节，真会当供应市场的量煞无济，市场价销嘛起到一斤上无爱150块。无正月量产较济，所以市面上的价销就较回稳啦，价销就较一般会降价，头平均来讲应该是伫个7、80块左右。无假设前较早就咧放啊，无你也像讲8月中你交袂到啊，是毋是？咱交会到交尔，交袂到嘛是去芳仔交啊。农民表示，进农村哪来哪欠工，因卖用芳仔来弥补人工交货不足，逐工到网式顺看卖检查土地啊，嘛搁较斟酌来照顾苦瓜丛，期待后一摆会当有好收成。记者柯昭阳高雄报道。来看今年的双十典礼总统赖清德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有民调就指出讲，有7成外民众是赞成这个讲法，有2成外无赞成哦。有本土社团就办征文的活动，帮国会当进一步来了解民众的想法。顶个月初，接洽众议院友台小组访问台湾，参总统赖清德见面，展现台湾甲接洽的友谊。这个月12日，接洽众议院也通过一项动议，指出中国错误解说联合国2.58号决议，正正英国、澳洲、荷兰、欧洲议会甲加拿大等国会也陆续通过相关的决议案，共同指出中国政府对台湾地位的错误解说。Ale také bezpečnosti dopravních tras v celé jihovýchodní Asii. Proto zásadně odmítáme vojenské zastrašování ze strany pevninské Čínské lidové republiky i přetrvávající překrucování rezoluce OSN číslo 2758. Věřím, že jednoznačný výsledek amerických voleb umožní Spojeným státům být ve vztahu k Čínské lidové republice přímočařejší. 针对台湾的主权，总统赖清德在今年双十典礼发表总统演说的时阵讲，不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民调发现，针对赖总统的谈话，有7成1的民众支持这个讲法，2成无赞同。互人民去了解讲，到底什么人泰山代表咱？当然，阮是认为讲，咱家己代表咱家己嘛，这是正常嘛。民间团体认为，也有2成的民众无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是真无合理的代志，认为大众对这个数据就要要义，所以一寡民间团体发起征文活动，希望了解无同意见的想法。你有那种看法，说不定有道理。我们是透过这个征文，期待所谓的道理啊，想听听看。只要是对台湾未来好，我们都觉得是有道理的。民间团体讲，这摆活动可谓是一个促进大众了解历史的运动，希望会当吸引无同意见的民众发表各种意见。落尾会甲这寡文章编做一本册，安装伫咧明年5月2日总统赖清德就职1周年的时发表。记者李淑凯台北报道。精神健康基金会今仔公布全国精神健康指数调查的结果哦，结果是80分，只有81分尔，比2022年搁较低，可能是甲去年有总统的选举有关系。这个调查嘛发现讲，大约有4成民众拢困袂好，所以即马困袂好嘛，真做是一款新的国病。侪侪民众早起通勤，当青红灯准备要去上班。现代人伫工作上、生活上的节奏愈来愈紧，都有民间团体每2天进行一届全国精神健康指数的调查。结果显示，今年的指数是81.67分，比2022年82.4分搁较低，而且敢若关过一届80分无偌济。精神科医师就指出，
估计国内有654万的新人有困眠障碍的问题。尤其是睡眠障碍，因为呢，我们有高达40%的人睡眠障碍变成也是一个国病。那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重视睡眠的健康，因为睡眠是先进健康的第一根柱子。医师表示，困眠好歹对脑部健康有真大影响，民众会当观察家己伫困、食、动、笑这4部分的变化。若是发现有小可各样，就要勇敢寻求医疗的帮助。另外，民间团体也指出，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民众买手机的时间比甲别人互动交流的时间又搁较侪。医师也强调，增加实际甲人互动的时间，建立生活上的新连结，对脑部的发展有帮助，对身体嘛较好。现在脑科学呢，就是要能够让你头脑能够具有活力。所谓活力，就是脑细胞跟外面有连结。你体力好，身体好，外面活动又多。这个脑自然它的连结就很丰富。这届精神健康调查是分别以身心健康、个人价值、生活掌握、家庭健康这4个部分落去评估。人讲好也唔值得会食，好命唔值得勇敢。兵团甲医师拢强调，面对2025年超高龄社会，要预防年纪愈大、脑部退化、情绪焦躁的状况发生，呼吁民众就要建立运动、加出门、甲人实际交流的好习惯，来维持身心的健康。记者中嘉嘅谢桂玲台北报道。来看英文版的台湾漫游录，伫11月20举行的美国国家图书奖得到翻译文学奖。昨行政院长邓英凯专工办文化3等奖来鼓励作者杨双子甲翻译者金玲，感谢因对台湾文学界的付出，嘛互世界看到台湾。台湾漫游录作者杨双子甲英文翻译者金玲接受行政院长邓英凯的颁奖。台湾漫游录英译版本是台湾历史上头届得到美国国家图书奖的翻译文学奖。政府12月16特别颁发文化3等奖的奖牌，鼓励作者杨双子甲翻译者金玲。文学乍看没有实质的功能性与生产力，却是一个国家文化的具体展现。指向我们作为同一个生活共同体的核心关怀。谢谢台湾，是台湾让我写出这样的作品。用英文做文学创作是我的志业，但是把台湾的作品翻译成英文，却成了我回家的钥匙。翻译者金玲表示，台湾漫游录受到遮侪人的支持，看到台湾2字一直出现伫英美的主流媒体，伊真正非常的欢喜。台湾漫游录是以1930年代台湾互日本统治做背景，描写由北到南沿纵贯铁路的各种台湾小姐，内底除了有办倒菜的文化元素，也用女性情感来比喻殖民者甲奉殖民的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不仅把世界引进台湾来，我想透过这样的这部书啊，我们可以看到，也许在多年以后会有另外一部书在写现在的台湾，跟你现在在写1930年代台湾又有异曲同工之妙。我觉得这个带给我们很多的文艺的创作者很好的想法，因为土地就是一切文化的根源。行政院长表示讲，这本小说上重要的是，让世界看到台湾，这是鼓励台湾创作者的一个力量。杨双子也强调，希望这个力量会当延续，让台湾文学、台湾的文化产业更较健全，有更较完整的产业机制来保护，促成后一个杨双子，后一本台湾漫游录。记者张家嘅曾俊佑台北报道。时代无同咯，国际选美比赛嘛未过限制年纪。2005年选出的法国小姐是一个34岁的空服员哦。荷兰去年嘛选出头一个跨性别的荷兰小姐，也毋过因为引起争议，主办单位就宣布讲要永远停办选美的活动，要转型做关注女性的平台。来自法属加勒比海马丁尼克岛的34岁空服员安吉丽克·安加尼·菲洛蓬，则是摕到法国小姐袖冠，争做历届年纪上大的参赛者。伊会当希望是因为今年规则改变，改到24岁的年龄限制。主办单位2年前也开放已经结婚、加做人母亲的女性参赛，标准日将多元开放。安吉丽克摕到袖冠，除了会当得到法国小姐公司提供的1年份薪水，也会当得到巴黎一间公寓的使用权，加赞助商提供的各种礼物。
也毋过，就伫本届法国小姐决赛进前，荷兰小姐选美比赛是结束35年的历史。主办单位表示，这是甲时代同齐进步的选择，未来会将选美活动转型做一个更较现代价值的平台，分享女性励志成功的故事，佮关注女性伫网络社群压力，甲无实际审美标准之下的挑战。停办选美比赛决定部分来自最近几年发生的负面事件。去年变相人瑞奇科勒争做史上第一位跨性别荷兰小姐冠军，虽然赢得真侪呼声，但不过也拄到大量受分批评，甚至死亡威胁。In my Instagram DM on daily now, I got those threats. It's like really heavy to read, but I can't put it off and just focus on the good things. I thought we were like really accepting so far in the Netherlands, but the hate comments show the other side of our society. 荷兰小姐选美总监翻译指出，虽然袖管甲吊带已经无符合时代价值，也毋过女性互助的精神是永远的。新的平台会努力地脱离追求完美外形压力，成做女性展现真实自我、真实生活的所在。公司新闻是非常便利。下晡半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0度。中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4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6度；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4度；外岛地区上低12度，上悬20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